一令是宮中的木頭擺設。我跟你說，今日芈月沒事，也就罷了；若有差事，寡人便焚了你這個不中用的木頭擺設。是，微臣已讓女醫治繼續燒艾用針，不知是否能將太尉稍稍調整過來。把这個賤奴拖下去！大王，戴某姑姑年事已高，做了糊涂事，是臣妾疏于管教，求大王寬恕姑姑，責罰臣妾吧。皇后此刻才來引咎自責，是否太晚了？昨夜芈月生不如死，卻無人照應，如今卻齊齊的擠在這裡湊熱鬧。除王後外，其他人給寡人都滾回宮去。是大王。想把孩子生下来，只能靠他自己了。八子，醒醒，再努把劲儿！想想你娘亲，想想郡主，他们都是为你而去的呀。你身上是几条人的性命，是为他们活着，千万别放手，千万別鬆手啊，月啊！堅持住啊，娘親，用力啊！好，好，夫人，好，用力啊！八子，用力，用力呀！大王，大王，怎么樣？孩子胎位不正，臣用盡畢生所學，保一人性命還是可能的。請示大王，是保孩子，還是保母親？當然要保。保母親。自然是保母親。是。你聽見了嗎？大王說要保住你，保住孩子的母親。八子，不要管我，保孩子，你使劲啊，堅持住啊！快拿些鹿茸和人參來，讓八子含上。月兒，他現在不燒，就看他的命了。使勁，姑姑，把那個水拿來。月兒，拿水去。快拿水！快點去拿水！姐姐。用力呀！不行，月兒，使勁啊！用力呀，月兒！堅持住，使勁啊！告訴女醫治，她百會穴，快！一定要快！哎，大王，萬萬不可！你是金匱之軀，入產房將有血光之災的。是的，母親，寡人管不了那麼多了。哎呀，大王，來不及了！大王，不能去啊！滾開！給我滾開！全都給我滾開！大王，滾開！大王！大義大慧，你就是不顧着您自己，你也得顧着秦國的國運呢。大王，大王。芈月，你这個小丫頭，你不能死。
听着，你要给寡人活下去。寡人还要你去成明殿为寡人整理书简。寡人还要你陪寡人看着大秦一统天下。你听到了没有？你听到了没有？你听到了没有？花子，使劲儿，使劲儿！坚持，坚持！是我的，吸气，1、2，1、2。花子，使劲儿，使劲儿，使劲儿！生了一位公子，母子均安。赏女一掷和太医令，重赏。谢大王。每日八子服用的药汤，那药渣必定是要留下来的，这是太医院的规矩，以防万一有什么差池也好核对。可为什么找遍了整个院子都找不到呢？从草药到药渣，爱姑姑从不让我们插手。爱姑和我们也算是几10年的相识了，我真不敢相信她会害月儿。智姑姑，智姑姑，智姑姑，你快看，这是不是药渣？没错，在哪儿找到的？在柴房的柴堆下面。